乡亲啊，你的三杯罐、客家罐、甲艺放罐，敢拢有使用啊？今仔日是使用的最后一天哦。根据着经济部的统计，全台湾还有超过30万人也未领三杯罐。根据经济部统计，全台湾还有30多万人的3倍券还没有领取。好像就是吃饭什么的时候用掉的。用完拿去买什么啊？给妈妈。 有真侪人的三倍券拢已经开启啊，一直到今日早起10点为止，全本领券的有2146万人。目前议员我都统计讲有偌一人也未用完，不过确定的是已经对领608亿，数位设定是181万人，其中162万人已经用去啊，对领94亿。经济部为数位设定的数字中统计。 平均每一人消费是5791块，认为讲三倍券确实有达到增加消费的目标。它最主要能够拉抬这个整个 GDP 的话，额外消费算是一个关键。但是呢，三倍券它至少稳定了在疫情期间台湾对内需消费的一个支撑。 不过，大体性消费甲新增加消费的比例有偌悬，还佫需要后续的数字来做证明。不过，学者为经济成长率甲股市行情来估计，认讲疫情期间提振经济三倍券，伊效果比3600块的消费券比较起来，对经济成长效果有较好。 另外，客庄券原定发出28万份，到昨暝6点为止，已经换22万4千份，消费金额将近1亿8千万，超出本来规划1亿3200万。艺方券有将近1成也未用，提醒乡亲，若这3种振兴券也未用的人，要把握今年最后时间，唔通权益白白损失去。